咱的鄉親若有安排要出國，一定要詳細了解入境卡相關的規定。有一個女演員謝依霖，日前飛到馬來西亞了後，發現家己所寫的入境卡的網站，其實是詐騙的網站，那無法度來入境，佫損失到1000外塊。機場人潮絡繹不絕，但是出國玩得仔細留意目的地的入境卡。機場濟人出國，不過要出國省，就要加注意無着地的入境卡。一位查某年輕謝依霖就無細膩拄着詐騙，伊要飛到馬來西亞進前，要按照天書寫索費入境卡，結果煞點入假網站，佇咧頂面寫資料佮付錢，收到 email 了嘛無感覺倒位怪怪，想袂到落飛輪機了後，煞互拒絕入境，佮互騙走39塊美金，新台票差不多是1238。你也不知道說這個是一個詐騙網站，然後就最後就可能就是錢還是什麼都沒了，你就覺得蠻嘔的吧。直接去問櫃檯人或者他們海關。有填寫簽證或者是入境表格的國家呢，這類型的網站就不會消失。那比較好的話是會幫你填寫過去，還是可以入境。那美其名可以叫它是代辦。大部分的情況其實都要靠個人的識別能力，那不要太信任搜尋引擎跑出來的結果，一定要多方的查證。其實會網絡地址就當初步判斷網站是有影無影，用的若是.gov 或者是.go， 通常是官方。看到.com、.net 和.org 都係真細膩，賣當看國家代碼，親像馬來西亞是.my， 台灣人訂去的日本是.jp， 南韓是.kr。免簽證費的國家的話，他要你付錢的話，絕對是有問題的。那你也絕對不要相信說，什麼你付了錢可以什麼快速通關啊、免費等等。不過去有的國家嘛要注意，出發前要先佇咧網絡申請，親像美國、加拿大和澳洲，第三申辦攏會付費用。咱台灣護照雖然會當免簽證，通行全世界130個國家和地區，不過出發之前加做功課，才袂出差錯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